Hello，大家好啊！今日就同大家睇下深圳檢查服唔服？朋友就介紹呢間好近羅湖口岸嘅醫院，距離羅湖口岸只係近在咫尺。過完關出嚟就正正望到呢間香港希瑪集團前支開設嘅深圳希華岸康健醫院啦。今次專程上嚟呢，就做呢個上腹腔超聲波檢查。我喺香港直接做 WhatsApp 預約咗啦，去到就直接用證件登記就可以噶啦。跟住之後護士安排翻我呢，就會填好個人資料同埋呢我揀選嘅項目有冇檢查錯誤，然後就唔使等，直接同醫生會面。呢度全間醫院都可以用廣東話溝通噶，真係令佢哋。首先醫生都會了解咗你嘅需要同埋你嘅病歷。然後醫生就會做一個簡單嘅基本檢查，咁先確保安心喎。見完門診醫生就會直接安排我去超聲波室同專業嘅超聲波醫生會面。超聲波醫生都會喺檢查之前呢講解下個過程同埋我所檢查嘅項目，核對多次睇下有冇錯啊嘛。今次我預約檢查嘅項目呢係上腹部器官檢查，咁當中包括都會有肝臟、膽臟同埋胰臟，醫生真係每一個部位都會認真去觀察，仲要一邊檢查，亦都會一邊講解翻每一個部位有冇啲咩需要特別留意同埋注意事項。最享受嘅就係呢個過程係完全無痛，醫生亦都非常之親切㗎。其實我覺得好過香港好多醫護人員好多添，而且醫生亦都知道我之前嘅病歷，再細心檢查同埋分析。當然咧，亦都會提及翻我哋有啲咩注意事項。最緊要係年年檢查，次次都放心啊！完成咗個檢查之後呢，其實我大約等咗幾分鐘左右啦，就可以即刻攞翻份檢查嘅報告。攞到份報告，不過唔係好識睇喎，點算呢？其實呢間醫院都好細心啊，仲會安排翻專科醫生去為每一個人慢慢去詳細講解翻你所檢查嘅項目報告。醫生仲會去逐個 point 去睇翻清楚，了解翻你嘅需要，同埋講翻平時需要注意事項。好彩啫，醫生話我基本上都冇乜大礙。不過建議翻平時飲食都要注意下啦，保持翻良好嘅身體狀態。聽完個講解之後，個人即刻安心晒，放心晒啊！大家都可以WhatsApp預約，齊齊為身體作最佳嘅保護啦〜